基督受難日，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現在開始，會眾請起立。我哋要祈禱，主上帝，你嘅聖子基督傾流寶血，為我哋建立咗逾越嘅奧蹟。求你以你豐厚嘅仁慈，永遠守護我哋，使我哋走上成聖嘅路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各位請坐。第一次經課記載在以賽亞書第52章第13節至第53章第12節，禮文書第6頁。耶和華說：看啊，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人們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仰慕他。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悅，與財主同墓。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自己的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因此，我要使他與偉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這是上主的道。
第二次經課係記載喺希伯來書第10章第16節至25節，即新約聖經354頁，禮文第10頁。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是這樣的，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上，又要寫在他們的心思裏。並說，他們的罪惡和他們的過犯，我絕不再記得。這些罪過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着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同以蒙潔淨、無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上帝。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這是上主的道。
願讚美歸於基督，永恆榮耀的君王。基督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主耶穌基督嘅受難事蹟記載喺聖約翰福音。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在那裏聚集。猶大領了一隊兵，以及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聖殿警衛，拿着燈籠、火把和兵器來到園裏。耶和華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差役回答說：拿撒勒人耶穌。我就是。出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一起。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他又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的是我，就讓這些人走吧。這要應驗耶穌說過的話：你所賜給我的人，我一個也不失落。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於是耶穌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給我的杯，我豈可不喝呢？那隊兵、千夫長和猶太人的警衛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先帶到亞拿面前，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忠告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理的那個人。西門彼得跟着耶穌，另一個門徒也跟着。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是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那看門的侍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我不是。僕人和警衛因為天冷生了炭火，站在那裏取暖。彼得也同他們站着取暖。於是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耶穌回答他：我一向都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我常在會堂和聖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我私下並沒有講什麼。你為什麼問我呢？去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耶穌說了這些話，旁邊站着的一個警衛打了他一耳光，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假如我說的不對，你指正不對的地方；假如我說的對，你為什麼打我呢？於是亞拿把耶穌綁着，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西門彼得正站着取暖，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我不是。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彼得又不承認，立刻雞就叫了。眾人把耶穌從該亞法那裏押解到總督府，那時是清早。他們自己卻不進總督府，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宴席。於是比拉多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是為什麼事呢？我們
就不會把他交給你了。你們自己帶他去，按着你們的律法去問他吧。猶太人說：這是要應驗耶穌所說，指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於是比拉多又進了總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這話是你說的，還是別人論到我時對你說的呢？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的同伴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呢？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於這世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那麼你是王了？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亦為此來到這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真理是什麼呢？說了這話，比拉多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是要我給你們釋放這猶太人的王嗎？這巴拉巴是個強盜。於是比拉多命令把耶穌帶去鞭打了。士兵用荊棘編了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又走到他面前，說：萬歲，猶太人的王！他們就打他耳光。比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看，我帶他出來見你們，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耶穌出來，戴着荊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對他們說：看啊，這個人！祭司長和聖殿警衛看見他，就喊着說：釘十字架！釘十字架！你們自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猶太人回答他說：比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你是哪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你不對我說話嗎？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從此比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着說：比拉多聽見這些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叫鋪華石處，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那日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約在正午。比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啊，你們的王！要我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裏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起被釘，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比拉多又寫了一個牌子，釘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有許多猶太人念這牌子，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靠近城，而且牌子是用希伯來、羅馬、希臘3種文字寫的。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比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那人說我是猶太人的王。我寫了就寫了。士兵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把他的衣服拿來，分為4份，每人1份。他們又拿他的內衣，這件內衣沒有縫，是上下一片織成的。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我們抽籤看是誰的。這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又為我的內衣抽籤。士兵果然做了這事。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姨母、格羅巴的妻子瑪利亞和抹大拉的瑪利亞。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那刻起，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有一個盛滿了醋的罐子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綿沾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耶穌嘗了那醋，說：成了。耶穌就低下頭，斷了氣。因為這日是預備日，又因為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子，猶太人就來求比拉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搬走，免得屍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於是士兵來，把第一個人的腿和與耶穌同釘的另一個人的腿都打斷了。當他們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然而有一個士兵拿槍扎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來。看見這事的人作了見證，他的見證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好讓你們也信。這些事發生，為要應驗經上的話，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另有經文也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這些事以後，亞利馬太的約瑟來求比拉多，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他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地裏作門徒。比拉多准許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走。尼哥德慕也來了，他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那位。他帶着約100斤的沒藥和沉香。他們照猶太人喪葬的規矩，用細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穌的身體裹好了。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子裏有一座新墓穴，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因為那天是猶太人的預備日，而那墳墓又在附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這是上主受難的事蹟。請祈禱，願那口中嘅言語、心裏面嘅意念都蒙上主悅納。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而求。各位請坐。
繼喺棕枝主日，我哋聽咗馬太嘅受難福音之後，我哋啱啱再聽一段更加詳盡約翰福音版本耶穌受難嘅事蹟。相信呢，我哋各人都應該對於主耶穌基督佢點樣死點樣為我哋犧牲呢？我哋已經再重溫咗一遍。究竟耶穌基督佢呢一個不義嘅裁決，要讓佢釘十字架，係邊個造成嘅呢？係咪總督羅馬人嘅總督比拉多佢抵受唔住群眾嘅壓力，而要釘耶穌十字架？佢係咪最大嘅責任？抑或係嗰一班呢對耶穌越嚟越痛恨嘅猶太宗教領袖，佢哋呢係不斷嘅策劃，佢哋處心積慮要將耶穌釘死，係佢哋嘅責任更加大呢？又或係喺早兩晚將耶穌用30個銀錢嚟到出賣佢12個門徒之一嘅嗰位加略人猶大，去促成耶穌嘅死呢？甚至乎會唔會係我哋每一個當日嘅群眾，佢哋被唆擺、被煽動，佢哋一齊高呼要釋放巴拉巴，要釘死耶穌，佢哋要負上最大嘅責任呢？耶穌嘅死已經成為事實，係邊個要讓耶穌走上呢一個犧牲嘅路呢？喺呢幾個禮拜，我哋喺新聞嘅裏面呢，我哋都好關心，可能就係上年11月雲福苑大火裏面嘅聽證會，而家已經呢開到第5場。呢個調查委員會，呢個一班嘅法官，佢哋傳召好多嘅證人，好多唔同方面涉事一啲嘅官員、承建商、管理公司、住客等等。呢一個嘅聽證會，呢一班嘅委員會，佢哋嘗試去將呢一個嘅火災嚟到係去重整返整個嘅成因。佢哋好想呢，藉住了解到火災嘅成因，可以呢更加妥善嘅善後，唔俾呢一個嘅慘劇再一次嘅發生。如果一路有關注呢幾個禮拜聽證會裏面嘅好多嘅消息，相信我哋都會好同意，我哋係好痛心。痛心嘅係好多嘅人，好多嘅不義嘅事係促成咗呢一次嘅大火，奪去咗百多條嘅性命。火災嘅成因可能係包括有工人嚟到係去食煙，將未熄嘅煙頭丟棄嘅時候
燒着一啲嘅雜物，亦都包括承建商冇用一啲合資格嘅棚網嚟到係去讓火係蔓延得更快。我哋亦都聽到作工嘅部門，佢哋講到原來消防系統係失靈，導致住客根本上冇辦法知道危險已經逼近。如果再數遠啲嘅，可能就係嗰個不公義嘅圍標嘅集團一層疊一層嘅原因，讓到呢一個嘅世紀大火不能避免。我哋知道勞工處、屋宇署、房屋局、消防處、市建局、新舊嘅業主立案法團，佢哋通通都被傳召，佢哋被聽證去作供，佢哋紛紛都去推搪佢哋嘅責任。我哋見到好多其實係要負責嘅部門，佢哋可能監管不力，佢哋有失職，各種嘅漏洞、人為嘅疏忽，造成咗呢一次嘅通天大火。不論今次嘅聽證會能唔能夠找出呢個火災嘅成因都好，我哋見到喺火警一發生嘅時候，最先去到火場去救援嘅都係一班嘅消防員。呢一班嘅消防員，佢哋係奉召去到火場，佢哋要進入一個好惡劣、好高溫、好危險嘅環境，去拯救市民嘅生命。我哋知道好不幸，其中一位消防員何偉豪，佢係殉職。喺聽證會嘅第一場就披露咗，原本何偉豪佢係被上級指派係去其中一座嚟27樓嚟到去救援兩個長者。佢係被指示同佢另外兩個同袍係要進入雲昌閣嚟到去拯救。但係我哋知道更加多細節，佢同佢同袍一路前進去雲昌閣嘅途中，何偉豪見到有需要嘅街坊喺撤離、喺逃難嘅時候需要幫手，何偉豪稍停落嚟嚟到協助佢哋，以致佢同另外兩位嘅同袍係分散咗，佢墮後咗。喺一個好混亂嘅環境，信息好混亂嘅當中，何偉豪冇辦法聯繫返佢兩位嘅同袍，佢錯誤咁樣入咗另一座災情更加險峻嘅雲泰閣。佢冇諗住係遇到一個不測嘅，佢好希望能夠用佢嘅使命嚟到係去救市民，去救急扶危，
係每一位消防員佢哋嘅使命。佢單獨進入咗雲泰國，一個唔係佢原本被派嘅地方。佢坐電梯上到去25樓，然後我哋知道呢，佢喺30樓打破嗰個嘅窗，最終不幸呢係墮樓殉職。原來呢，更加多嘅細節話俾我哋聽，何偉豪喺25樓一路上去30樓嘅裏面，佢沿途係見到好多呢逃生嘅居民，佢不時係停落嚟話俾佢哋聽應該要點樣撤走。喺25樓呢，有位婆婆，佢本來諗住係行呢個後樓梯嚟到係去落20幾樓。何偉豪話俾佢聽：你唔好咁樣落去，好大煙樓梯。你搭 lift 啦，呢部 lift 係最後一步呢，係運作，係可以落到去地下。呢個婆婆呢，憶述翻呢，佢遇到呢一位嘅消防員嚟到係去教佢點樣嚟到逃生。佢最終係能夠成功落到地下係獲救。喺25樓至到30樓呢幾層呢，何偉豪係去拯救，佢不時係停落嚟，佢知道個災情係越嚟越嚴重，熊熊嘅烈火係越嚟越逼近，但係佢仍然呢係盡責嘅，一路去找一啲呢未疏散嘅居民嚟到幫助佢哋。最終佢係不幸嘅殉職。當我睇住呢啲嘅報導、呢啲嘅細節嘅時候，我冇辦法唔聯想到呢，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基督佢道成肉身嚟到我哋嘅世界，我哋都知道呢，呢個世界係佢所創造，佢本來係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嘅，係同在。呢個被造嘅世界唔屬於佢，唔係佢原本應該要去嘅地方。大聖子耶穌佢由聖父嚟到係去差遣佢，差派佢嚟到我哋嘅當中。我哋嘅三位一體上帝，佢愛我哋，愛我哋到底。我哋呢個世界其實都係彷彿一個呢，俾熊熊烈火焚燒住嘅災場，罪係好多好大。所以耶穌喺時候要到嘅時候，2000年前佢就嚟到我哋嘅世界，嚟到作出拯救。舊約裏面不斷預言彌賽亞要降臨，救主耶穌佢真係
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嚟到我哋嘅當中。舊約裏面有好多對於彌賽亞救主嘅相關預言，不過呢，眾預言裏面呢，並未講到耶穌究竟要喺呢個世界逗留多久。我哋知道耶穌佢喺30歲出嚟傳道，33歲呢，佢就釘死。3年係好短促嘅時間。可能耶穌呢，比佢自己預計更快為我哋捨身喺十字架。原因就係因為佢喺呢3年裏面，佢見到好多有需要嘅人，佢停低嚟到救助佢哋，佢憐憫人嘅心，驅使佢一次又一次嘅嚟到行神蹟，嚟到講出一篇一篇嘅真理教訓。佢嗰種嘅正直公義，讓佢同嗰啲嘅宗教領袖同有勢力嘅人士嘅張力同埋衝突係加劇。3年之間，耶穌就被視為眼中釘，必須要剷除。呢位殉職嘅消防員何偉豪，佢同樣係喺佢嘅過程嘅裏面，佢係對有需要幫助嘅市民，佢產生憐憫，佢停落嚟去施以援手，佢冇理會自己嘅安危。或許就係咁樣，主耶穌可能比佢預想更早嘅就犧牲。不過呢，主耶穌佢係甘心情願。呢位殉職嘅消防員何偉豪，或者佢冇喺出發之際，佢冇諗過自己要喪命。但係主耶穌佢喺嚟到世界之前，佢已經得到呢一個嘅使命，就係要捨身救贖我哋每一個。雖然對主耶穌嚟講，佢同佢嘅門徒相處快樂嘅時光好短暫，佢能夠去教導、去行神蹟嘅時光，亦都係好短促。但係佢不枉嚟到我哋呢個世界一趟。佢喺十字架上面，佢成就咗呢一個嘅救贖。主好愛我哋，佢無條件為我哋捨命。我哋眾人都喺罪、喺火海，我哋無力自救。我哋都需要主耶穌。弟兄姊妹，一陣間我哋會有十架敬禮嘅時間，我邀請大家都
上前，花一啲時間喺救主捨身嘅十字架下面，我哋嚟到係去感恩，我哋又要嚟到默想佢對我哋嘅恩情。然後我哋要努力嘅嚟到係去回應主對我哋呢一份最高、最偉大嘅愛。阿門。會眾請坐下或者跪下。禮文書第23頁，我哋會以啟應嘅方式繼續獻上禱告。親愛嘅弟兄姊妹，請為上帝嘅聖教會祈禱，願我哋嘅主上帝施恩俾教會，守護在地上嘅教會，賜教會平安團結，又賜我哋有安定嘅生活，以榮耀全能嘅上帝。全能永生嘅上帝，你喺基督內將榮耀嘅啟示俾萬民，求你守護你所憐愛嘅人，使分佈各地方嘅教會能以堅定嘅信仰不斷宣揚你嘅聖名。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阿門。請為所有主教、牧師及會理以及全體眾徒祈禱。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以聖靈感化我哋，引導我哋，使教會內嘅眾肢體都能合而為一。求你俯聽我哋為你嘅僕人獻上嘅祈禱，使佢哋因仰賴你嘅恩寵，能忠誠嘅侍奉你。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請為將要領洗的信徒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開啟他們心靈的耳朵，並為他們打開慈愛的大門，使他們經由重生的洗禮，得蒙罪的赦免，歸屬主耶穌基督。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使你嘅教會不斷孕育新生嘅子女，求你加強領洗者嘅信德，光照佢哋，使佢哋經由洗禮嘅活泉得以重生，並加入你兒子嘅行列。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請為所有信奉基督、互為兄弟姊妹的信徒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幫助他們追隨真理，在主的教會裏合而為一，並守護他們。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使分散嘅人團聚歸為一體，求你垂顧聖子嘅群羊，使所有藉同一洗禮而得聖化嘅人都能被滿全嘅信德團結起嚟，並在愛德嘅聯繫中彼此共融。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請為未信奉福音的人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使他們能得聖靈的光照，竭力走在救恩的路上。全能永生嘅上帝，求你使仲未信奉福音嘅人常懷真誠嘅心，
喺你面前生活並尋獲真理。又求你讓我哋彼此間嘅友愛日益增長，致力尋求同埋領悟你生命嘅奧蹟，在這世上為你作美好嘅見證。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請為不承認上帝的人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幫助他們隨從良心的引導，一心追求正確及公義的事，終能接受上帝。全能永生嘅上帝，你創造咗人類，使人渴慕你、尋找你，並因找到你而得安寧。求你賜予所有身處各種障礙同埋險惡嘅人，能辨認出你慈愛嘅標記，並因見到基督徒嘅善行，欣然承認你係唯一嘅上帝同埋人類嘅救贖主。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請為所有公職人員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引導他們的心思意念，能按照上帝的旨意，為人類謀求真正的和平與自由。全能永生嘅上帝，世人心裏嘅意念同埋本有嘅權利都在你手裏。求你眷顧所有身負公職、擁有管治權力嘅人，使萬國萬族嘅人喺你嘅仁慈下獲得持久嘅和平、幸福嘅生活以及信仰嘅自由。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親愛的兄弟姊妹，請向全能的主，我們的上帝祈禱，求他糾正世上一切的錯誤，消除疾病，驅逐饑饉，平息戰亂，使被擄的得釋放，作客旅的得平安，流徙者可以重返家園，患病者能早日康復，臨終者皆得心靈的安慰。全能永生嘅上帝，你賜予悲痛者安慰，勞苦者力量。你係俯聽一切患難者嘅主，求你喺佢哋急需幫助嘅時候，得你賜下嘅恩典，安慰佢哋，憐憫佢哋。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會眾請坐，現在有詩班獻唱。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有一啲嘅宣佈。一陣間喺獻禮聖詩嘅裏面啊，我哋今日所收集到嘅獻金係會通過我哋教省送去耶路撒冷教區嚟到呢係去維繫我哋兩地教會嘅情誼。一陣間喺獻禮詩之後呢，就係十架敬禮嘅環節。當牧師侍從詩班係完成咗呢一個十架瞻禮之後呢，侍從就會落嚟呢係指示大家呢係列排隊上嚟做呢一個嘅十架敬禮嚇。咁大家一陣可以用你哋嘅方式嚟到表達對主耶穌基督嘅愛嘅嚇。咁但係呢，就我哋會係兩行嘅嚇，咁所以喺大家可以呢係兩位左右一齊呢嚟到係去做呢一個嘅敬禮，係啦。請按照侍從嘅指示。喺十架敬禮之後呢，我哋亦都會有共領聖餐嘅環節。我哋將昨晚設立聖餐日崇拜裏面所祝聖嘅聖體呢，一陣間嚟到係去分發，讓我哋呢藉住聖體聖事呢，繼續被提醒主基督為我哋捨命救贖嘅愛。今日呢，我哋會安靜嘅嚟到係去退堂不會喺後面呢嚟到係去握手再見等等嚇。咁我哋期待住呢，喺聽晚7點半，我哋會一齊返到嚟呢一度我哋有4堂東聯區4堂嘅復活前夕祝聖新火嘅禮儀嚇。呢一個係我哋本年度復活節嘅首祭第一場嘅聖餐慶祝。希望呢大家聽晚都預留時間7點半返到嚟呢，一齊呢係參與呢一個全年最神聖嘅崇拜。宣佈去到呢一度，現在讓我哋同唱獻禮聖詩普天頌讚綠色嗰本嘅151首。
會眾請面向聖堂後方。看啊，這十字聖架，救主曾懸於其上。看啊，這十字聖架，救主曾懸於其上。看啊，這十字聖架，救主曾懸於其上。會眾請坐下。
現在我哋遵照救主基督俾我哋嘅教訓，我哋以主禱文祈禱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給我哋，饒恕我哋嘅罪，如同我哋饒恕得罪我哋嘅人，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拯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請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嘅主，蒙召來赴盛宴嘅人係有福嘅。只要你說一句話，我嘅靈請坐。基督嘅聖體。
我哋思想完主耶穌為我哋救贖嘅深恩，領受過佢聖體寶血嘅救贖之後，我哋同心嚟到用感謝文，我哋祈禱回應。全能永生嘅上帝，你藉基督嘅死亡同埋復活，使我哋嘅生命重新得力。我哋懇求你喺我哋身上延續你救贖計劃，也讓我哋因參與基督嘅奧蹟，能常在生活中虔誠侍奉你。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最慈悲嘅上帝，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藉着十字架嘅受死同埋復活，釋放我哋，拯救我哋。求你使所有信靠耶穌基督嘅人，皆能喺佢大勝利嘅權能中得着凱旋。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而求。